结婚是人生大事，你要考虑清楚再决定。结婚是人生大事，你要考虑清楚再决定。结婚是人生大事，你要考虑清楚再决定。水彩水彩水彩随便你，随便你，随便你。阿妹讲功课写好，爱做嘛个都随彩阿妹讲功课写好，爱做嘛个都随彩阿妹讲功课写好，爱做嘛个都随彩妈妈说功课写好，要做什么都随便你。妈妈说功课写好，要做什么都随便你。妈妈说功课写好，要做什么都随便你。咱哥，赢着新转去啦，俺想要再搁大家一下。无相关啦，哪样事上爱做讲去上就好诶。哪样都好，我都人碰上。安子说，唔好先转去皮阿叔咧，根本是情人节，无转去啊，阿叔是要欠哦。唔是上岸头啦，来出家要安算啊。真嘅，俺无事啦，唔是这样。俺想好13年，体力就好。去到校园，你嘛该贵，你还蛮多诶。他是老舒服嘅人，伫个无限嘛。俺前期少啊，也就先转去啦。你最近哪呀？做嘛唔食天发？手机几块钱？你用得个？你有白标，系冇？系啦。舒服嘅片还做得冇？冇嘛嘅问题啊。我会唱你3年。等你啊！你想讲，不管你有嘛个事情，应该谈黑会讲过来的啊，张总。好嘞，拖转去啦。啊，说是本来，做嘛？我无查呀，难道让你在我？我转你转。我做你出好呀。懂啰嗦呢？说是本来，哎，本来啦。家下到底伫去做乜嘅？就好心，好心，好心。心地善良，心地善良，心地善良。義當好心，接接見錢伴艱苦人。義當好心，接接見錢伴艱苦人。義當好心，接接見錢伴艱苦人。他心地很善良，常常捐钱给穷苦人家。